以後出門再也不怕手機沒電了。這是一款永不斷電的大容量充電寶，它的上面是一塊太陽能板，只要有光有太陽的地方就可以自動充電。它自帶了3根數據線，不管你是什麼品牌的手機都可以用。以後出門數據線都不用帶了，它還帶了一個 USB 孔，可以同時為4部手機充電。它不僅是一個充電寶，它的前面還帶了2顆超亮 LED 燈，晚上走夜路用它照明非常的方便。把這裡拉出來就可以插在家裡的插座上，為它快速充電。平時可以當做一個提手來用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價格也很便宜。不得不說，日本的科技是真的發達，我也是用了這個才知道出門不用擔心手機沒電的秘密，竟然是它，真是後悔，後悔為什麼沒早買。之前那種笨重的充電寶都白買了，不到一杯奶茶錢就能買到這款迷你充電寶，我也不想買啊，可是它真的便宜啊。產品很好，贈品也不錯，一個就能滿足一個家，真是後悔，後悔沒有早點買。今天趁着廠家直銷，我又多買了2個。當充電寶做到這麼小巧便攜，你為什麼還在用共享充電寶？別看它體積小，卻暗藏2萬毫安的電容量。它自帶太陽能板，有光就有電，陰天雨天都能充。自帶數據線的設計，不管你是什麼設備都可以充，並且可以同時給4部手機充電。重點還是快速充電。另外，它也能為自己充電，走到哪就充哪，擺脫出門帶數據線的煩惱。關鍵它的價格完全配得上，大方美麗的你，想都不要想，趕緊買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這個今天呢是寶推薦給大家，這個是良心推薦，買了以後你就知道這個有多好，超長售後啊！如果你收到之後你不喜歡，隨時給你退啊！今天價格真的是非常合適，大家如果覺得好買它。